桃姐好耐唔見喎。劉德華同埋葉德嫻喺許鞍華執導嘅電影《桃姐》中，憑住精湛嘅演技，喺台灣第48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，分別奪得最佳男主角同埋最佳女主角獎，而許鞍華就奪得最佳導演獎。電影係改編自真人真事，講述葉德嫻飾演女傭桃姐，因為家境清貧，自從喺13歲開始就喺一戶大家庭做傭工，一做就做咗60年。桃姐到咗晚年突然中風，而由佢一手湊大飾演少爺嘅劉德華，發展出一段主僕情，只講述台灣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事蹟嘅電影《賽德克巴萊》，除咗贏得觀眾票選最佳電影外，仲奪得最佳劇情獎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音效同埋最佳電影音樂4個獎項。另外，港產片《武俠》亦都係大贏家之一，一共獲得最佳美術設計、最佳動作設計同埋最佳視覺效果3個獎項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。